Hello，大家好，我係師古井，歡迎嚟到今日嘅井仔晨早新聞報道。咁今日咧就係6月1號星期日啦。咁啊，依家嘅氣溫咧就25度，出面咧就多雲間唔中有陽光。咁啊，天文台預測啦，咁啊今日咧就部分時間有陽光嘅。咁另外亦都表示咧喺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咧，咁啊由於有另外一度嘅低壓槽咧就靠近，咁所以咧到時香港嘅天氣咧就會逐漸不穩定嘅。好啦，咁啊，同大家睇一睇新聞。咁啊，受到電視台訪問而成為城中熱話人物嘅可伯同埋何太咧，咁佢哋兩個人就喺30號咧，就喺屯門屋企嘅升降機大堂衝突，咁啊，並且有人受傷啊。咁啊，兩個人亦都係被捕同埋被控嘅。咁啊，其中咧何太被控傷人啦。咁可伯咧就被控蓄意傷人嘅，咁啊案件咧就喺昨日喺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嘅，咁啊何太咧就有到庭應訊嘅，咁至於咧可伯就仍然係留醫而缺席聆訊，咁啊裁判官咧就將單案押後去到7月25號再訊，咁啊去等待索取可伯嘅醫療報告同埋等待警方進一步嘅調查嘅。咁啊何太咧就着住紫色嘅風衣上庭啦，咁啊情緒就平靜嘅，咁啊上庭嘅時候咧，雙手咧就擺喺身前啦，咁啊表現謙卑啊，咁個官咧就俾阿何太以5000蚊現金保釋，咁啊條件係包括咧不得直接又或者間接咧係接觸控方證人，咁啊不得離開香港，不得咧就返回案發地點，咁啊需要交出旅遊證件，同埋咧每星期3次咁啊去到屯門警署嗰度報到嘅。咁至於咧可伯就仍然係留院，咁啊案件咧就會押後去到6月8號咧就喺屯門法院嗰度再訊嘅，咁啊期間咧可伯就交由警方看管。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有最強奸人，咁啊被網民封為一睇就知係奸角嘅方剛呢，咁啊喺昨日就傳來離世嘅噩耗啊，咁啊 Facebook 專頁威哥繪本就公布咧，得到方剛嘅義子黃浩翔先生嘅證實，咁啊方剛呢就喺2025年5月30號嘅清晨呢就與世長辭。享年呢就係78歲嘅，咁啊方剛呢原名叫做梁方剛，咁啊喺1948年出生嘅，咁啊曾經呢係無線嘅藝員，咁啊亦都做過亞視啦，咁啊曾經參演過嘅劇集《人在邊緣》《勝者為王》等等嘅劇集。特別咧喺人在邊緣當中咧飾演鄭世鳳一角，咁啊無惡不作，態度無賴，形象啊深入民心，咁啊隨後咧一直就做住啲反派角色，咁啊被稱為咧最強奸人嘅。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 TVB 事後咧林夏薇咧日前就突然被一間公司入稟高等法院申請破產，咁啊根據司法機構嘅網頁顯示咧，案件就排期去到今年嘅8月26號進行聆訊，咁啊林夏薇咧就自從2015年同埋金融才俊莫贊新結婚，咁啊升呢成為闊太，咁啊婚後嘅生活咧亦都係相當之富貴嘅，咁佢咧更加不時就大晒啦，市值15億嘅山頂獨立屋豪宅。咁啊，對於破產呢一件事咧，佢回覆傳媒就話啦：我老公 Jason 租緊嗰間屋嘅公司咧就有官司，咁啊正在上訴當中。咁所以咧，自己被入稟破產咧都係覺得莫名其妙嘅。咁佢就話啦，依家嘅事情咧已經係交俾律師處理當中，咁啊自己咧亦都係冇收到任何通知嘅。咁之後咧就再上載律師信回應事件，咁啊直至去到昨日夜晚咧，佢又再喺微博回應事件就話啦，感謝大家關心，我冇破產，希望大家唔好再傳謠啦。咁啊，已經交俾律師處理。咁啊，甚至乎佢仲話啦，惡有惡報，不是不報啊。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網上就流傳咗一條咧保時捷4驅車懷疑自炒嘅影片，咁啊大約長1分鐘，咁啊一架保時捷嘅4驅車咧，咁啊夜晚駛到去一個左彎嘅時候咧，咁啊懷疑失控鏟上咗分隔石壆，咁啊撞倒咗一個指示牌。保時捷嘅右邊車頭轆咧就甩咗，咁啊車輛咧就狂噴白煙，咁但係咧司機啊繼續駛，咁啊更加咧就係違規右轉掉頭離開嘅，咁啊依家架車咧
明明4輪車咁啊變咗做3輪車啊，咁啊再加埋咧懷疑其他零件出現問題啊，咁啊保時捷咧係發出刺耳嘅聲響，咁啊馬路咧亦都係彌漫住大量嘅白煙嘅，咁啊咁啱有架的士經過見到現場咧，哇咁多白煙嘅時候咧，都選擇咧就係減慢車速，咁啊其後咧就駛走嘅。嗱，咁啊，我自己個人懷疑啦，即係究竟嗰架保時捷上邊係咪有啲乜嘢古惑嘢唔可以俾人知咁，所以咧先至急住走，又或者係司機個狀態，例如話醉咗，例如話食咗藥，咁所以咧就哎呀唔得啦，一定要走啊，俾人捉到唔掂啊嗰種。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昨日咧就係端午節啦，咁啊內地居民咧就1連3日放假，咁啊預料咧有大批嘅內地旅客咧就趁住呢一個時間就訪港，咁跟住就係話啦，咁啊好多內地人都好中意去東壩噶嘛。咁啊，西貢區議員方國珊呢，就喺昨日朝早就去到西貢東壩啦。咁啊，欣賞呢漁護署就派人呢去到一條危險嘅捷徑嗰度呢，就站崗，咁啊阻止呢行山人士呢就進入嘅。咁不過呢，去到另外一邊喺破邊洲嘅觀景台嗰度呢，旅客越界，咁啊去到危險嘅山崖打卡嘅情況呢，仍然係嚴重嘅。咁啊，有人將行山拐杖就當成係星球大戰嘅武器揮動。咁啊，有啲人呢去到崖邊，咁啊扮自己係鐵達尼號嘅主角，咁啊張開雙手啊。咁啊，由於咧昨日係有強風啦，咁所以咧其他旁觀嘅本地行山人士咧都為佢哋提心吊膽嘅。即係當你咧企喺嗰啲崖邊，你以為冇風，跟住突然之間有啲怪風吹落嚟咧，即係當然你話要個風吹喐一個人咧就比較難嘅，咁但係有陣時咧吹一吹嚇一嚇你，搞到你自己失咗平衡咧，你自己都會跌落去嘅。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 Mira 演唱會當中咧嚴重受傷嘅舞蹈員李啟賢阿毛咧，咁啊仍然係留醫，咁啊區域法院咧就喺30號作出裁決啦，咁啊3名咧負責統籌演唱會嘅職員咧就被控向康文署提交錯誤資料，咁啊以致到演唱會咧就獲准批准，咁啊全部人咧就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嘅。咁啊毛個爸爸咧，咁啊喺昨日嘅嗰封代禱信就話啦，阿毛苦等咗3年，諗住知道咧事情嘅真相，咁但係咧對於法律一無所知嘅阿毛嚟講咧，唔單止係未能夠豁然開朗，甚至乎咧係增加咗好多嘅困惑嘅。咁不過啦，即係無論有冇人需要坐監都好咧，阿毛仍然都係想繼續康復啊。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畢生致力推動女子足球發展嘅中國香港足球總會名譽副會長陳瑤琴呢，咁啊喺昨日朝早就喺天水圍嘅屋企離世，咁啊享年呢102歲，咁啊足總會長貝君琪呢就證實消息，咁就話啦，阿姐呢就喺琴日朝早食完早餐之後呢，就喺天水圍屋企呢，咁啊坐住梳化椅上面呢，就安詳離世嘅。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粉嶺皇后山村嘅居民咧就喺30號啦，咁啊發現咧食水水質異常啊，咁啊有大量嘅不明黑色點狀物質咧就隨水流出，咁啊懷疑咧食水就受到污染嘅，咁啊紛紛咧就喺 Facebook 群組嗰度咧上載圖片討論啊，咁啊立法會議員新界北嘅劉國勳咧，咁啊喺昨日就引述水務署就表示啦，水質化驗結果咧就符合食用安全嘅，咁不過咧都真係見到有好多黑點喎，咁你點解釋先？嗱，咁所以就懷疑咧就係話啦，呢啲黑點咧其實係屋邨範圍入面嘅膠喉嗰個即係黑色膠喉嗰啲咧，咁啊剝落，咁所以就導致嘅。咁不過咧你咁多黑色點點咧，第一下我就會覺得，咦好多蟲啊，好污糟啊，咦好核突啊，咁所以咧就真係唔夠膽用啊。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連鎖米線餐廳叫做麻酸樂咧，最後一間位於天水圍嘅門店，咁啊因為租約期滿，咁所以咧今日就係最後一日嘅營業日啦，咁啊意味住咧呢一個開咗業22年嘅品牌咧就全線結業嘅。咁啊，執下又一間，執下又一間，咁啊，香港嘅結業潮都真係睇落去有少少嚴重啊！嗱，咁同埋啦，估唔到當期都要結業喎。咁啊，以前當期咧就講緊，哎呀，去到邊度開，去到邊度開都好多人去噶嘛，係咪？嗱，好啦，咁啊睇埋呢一單新聞啦。咁啊，日本連鎖超市當期2019年咧就進軍香港，咁啊並且咧就積極係擴充業務嘅。咁啊，估唔到6年之後嚟到2025年咧，當期就留下第一
一滴血，咁佢哋小西灣嘅分店咧喺31號咧就係最後一日營業嘅。咁啊有街坊就話啦，哎呀呢一間分店咧充滿住佢同個孫仔嘅回憶，咁啊對於分店結業咧就感到可惜，咁啊認為日常生活咧會比較不方便嘅，因為畢竟咧區內嘅超市數量咧就唔多啊。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海洋公園大熊貓家族咧，咁啊喺昨日咧就總動員同埋市民咧就一同歡度佳節嘅。咁啊其中咧龍鳳胎 BB 細佬德德咧就似乎非常之中意咧奶爸奶媽為佢哋製作嘅龍舟裝置，咁啊一直咧喺附近咧就進食，咁啊唔願意離開啊。咁至於咧盈盈樂樂安安可可咧就悠然自得咧去進食特製嘅粽子，咁啊當然啦佢食嘅粽同我哋食嘅粽唔同啦，即係熊貓食嘅粽咧，佢哋入面嘅蛋黃咧係由黃色嘅高纖維餅乾同埋番薯製成嘅。咁啊，對於大熊貓嚟講咧，就非常之美味，同埋咧就營養豐富。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醫護人手不足嘅問題咧就備受關注啊。咁啊香港咧就陸續引入非本地培訓醫護啦。咁啊醫管局嘅行政總裁高拔陞咧就喺昨日表示啦，咁啊醫護人員嘅流失率咧就大幅下降，咁啊公立醫院醫生嘅流失率咧就跌到落去大約5%，咁啊護士嘅流失率咧就由過往超過9%咧就跌到落去依家得返7%嘅啫。咁佢就強調啦，引入嘅內地醫護人手咧就只係佔好少數，咁啊最重要咧係減少本地醫護嘅流失。嗱，其實喺度諗咧，你話流失率下降咗，係咪因為要走嘅人都走咗，咁剩翻喺度嘅人唔走，咁所以變相條數先至好睇咗呢？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政府就喺昨日凌晨咧收回大欖隧道同埋實施新收費，咁啊並且咧喺凌晨5點起就全面實施易通行，咁啊運輸署就表示啦，新收費同埋易通行嘅實施咧至今運作就大致暢順嘅。咁啊，畢竟咧有好多前車之鑑啦，咁所以咧都應該唔會可以同一單嘢連續衰幾次啩，咁同埋咧都有成年幾2年時間俾你去進行調整啊、改善啊、檢討啊咁樣。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元朗錦田咧就發生火警，咁啊喺今日嘅凌晨1點53分咧，喺錦田市街一棟3層高嘅村屋咧對開有一架嘅電單車咧，突然之間就冒煙起火，咁啊火勢猛烈嘅，咁啊波及咗咧村屋地下一間裝修公司嘅門口，咁啊上址4名嘅住戶咧就冇辦法自行逃生，咁啊前往屋村嘅高處暫避同埋報警求助嘅。咁啊，消防咧就到場救人啦，咁啊出動咗咧1條喉同埋1隊煙霧隊，咁啊去到凌晨嘅2點10分，即係其實用咗17分鐘咧就將火救熄嘅。咁啊初步啊相信咧電單車短路惹禍，咁啊事件當中咧就冇人受傷嘅。咁啊，警方咧調查期間咧，咁啊發現一架可疑嘅私家車咧停咗喺火警現場50米外面嘅錦田公路路邊，咁啊司機見狀咧就立即棄車逃走啊！咁啊警員咧就喺車上面咧就揾到一批攻擊性嘅武器，咁啊正在咧點算緊數量啊！即係其實嗰個人心虛咯，佢唔知道咧，原來警察調查火災，咁佢身有事啊嘛，咁佢咪覺得，哎呀警察過嚟捉我啦，哇有得走好走啦咁樣，跟住啲警察應該都係見到佢跑走之後咧，先至如夢初醒就話啦，呢架車一定有餡，同我搜佢。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喺昨日嘅下晝3點15分呢，咁警方就接獲一名男子報案，咁就話啦，佢57歲姓伍嘅父親呢，咁啊喺柴灣村嘅灣畔樓個住所入面就暈倒啦，咁啊救護人員到場之後呢，咁啊將呢一個人送到去東區醫院搶救，咁啊其後呢就被證實死亡嘅，咁啊死因呢就有待驗屍之後確定，咁啊據了解啦，事主呢就有身體病嘅記錄嘅。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機場嘅警區咧就喺30號就接獲報案啦，咁就話啦喺同日一班咧由印尼飛往香港嘅航班上邊咧，2名嘅乘客咁啊將背囊咧就放喺座位上方嘅置物櫃，咁啊其後咧發現入面嘅一啲現金同埋一啲嘅首飾咧就不翼而飛，咁啊懷疑咧就被人盜去嘅，咁啊機場警區嘅警員咧接報到場啦，咁啊經過初步調查之後咧就以涉嫌盜竊拘捕咗一名35歲嘅內地男子，咁佢咧就正在被扣留調查當中，咁啊案件咧就交由機場警區刑事調查隊第5隊跟進嘅。
咁啊，總之咧就拉咗一隻嘅機艙老鼠啦。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喺昨日嘅朝早7:12咧，咁啊警方就接獲一名保安報案，咁就話啦，喺黃大仙現松山商場地下一間餐廳咧就被人淋紅油，咁啊面積咧就10米乘5米，咁啊警員咧就現場調查嘅，咁啊正在追緝一名咧着住黑衫黑褲嘅男子，咁啊呢一單案咧就交咗俾 CID 第4隊跟進，咁啊現場所見啊，咁啊餐廳嘅職員咧就正在忙於清理，咁啊喺上個月嘅7號啦，咁啊呢一間餐廳咧亦都係曾經俾人淋紅油嘅，咁同埋就係話啦，其實現松山個位咧隔離就係黃大仙警署啊，咁啊估唔到咧，即係本身以為喂隔離就係警署，你點會夠膽搞我啫？但係仍然咧係仍然啊嘅繼續有人去淋油，咁啊仲要1個月淋2次，咁啊視警方為無物啊！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喺昨日嘅朝早11:56呢，咁啊有途人行經北角天后廟道200號嘅時候呢，咁啊發現咗有一架嘅的士停泊咗喺路邊，咁啊經見男司機呢就暈倒在內不省人事，於是呢就報警求助，咁啊救護人員就去到啦，咁啊發現呢事主倒卧咗喺的士旁邊，咁啊70歲姓吳嘅事主呢昏迷，咁啊被送到去東區醫院搶救，咁啊警方呢就正在調查事件。咁啊案件咧就列作為有人暈倒嘅。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喺昨日嘅朝早8:06呢，咁啊葵涌道往荃灣方向近住港鐵美孚站呢，就發生咗3車相撞，咁啊包括呢2架嘅密斗貨車同埋1架嘅的士，咁啊位於呢中間嘅密斗貨車司機呢，就被困車內嘅，咁啊消防員啊將佢救出，咁啊至於啦最前方嘅貨車司機呢，就報稱頭痛，咁啊2個人呢，清醒就送院，咁啊據了解啦最前方嘅密斗車咧係死車嚟嘅，咁啊意外起因咧就仍在調查當中。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日本嘅米價咧近月就高居不下，咁啊甚至乎係屢創新高，咁啊令到咧以米飯為主食嘅民眾咧就大吐苦水，咁啊對此咧日本政府就喺5月31號咧就將佢哋國家嘅儲備米咧就推出市面嘅，咁佢哋咧分別就係2021年同埋2022年生產嘅舊米，咁啊5公斤嘅售價咧就2000yen，咁啊109蚊嘅港紙，咁其實同我喺樓下買嗰個價差唔多啊，咁啊再加埋8% 嘅消費稅，咁啊講緊咧係117蚊港紙先至啱啊！咁其實已經係貴過我食開嗰隻米啊！咁但係啦，就算呢一個貴過香港嘅米價都好咧，原來已經係日本市場米價嘅一半啊！即係講緊咧，原來依家你喺日本你想買一包5公斤嘅米咧，係講緊起碼要你咧240、250港紙啊！哇，咁啊真係貴咗成倍，貴好多添啊！咁啊日本咧就有媒體報道啦，咁啊有民眾咧喺30號啊夜晚8點啊，咁啊已經係通宵去排隊買米嘅。咁啊估唔到就係話啦，大家咁早起身去買米咧，就係為咗去買到呢一批所謂低廉價錢嘅儲備米啊。咁但係其實咧，我落去樓下百佳惠康買咧，都已經係平過佢哋啦。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路透社咧喺6月1號報道啦，咁啊同烏克蘭邊境接壤俄羅斯嘅梁斯克州咧，咁啊一座橋樑倒塌，咁啊現場咧就一片狼藉嘅，咁啊根據報道就係話啦，咁啊有一列列車咧喺行駛期間咧就遇上橋樑倒塌而出軌，咁啊事件咧係造成咗7人身亡，28個人咧係需要送院嘅。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人工智能嘅發展咧就擁有相當大嘅潛力啦。咁啊近日咧係不斷傳出企業利用 AI 取代人類工作職位嘅情況。咁啊英國有媒體就訪問咗幾位嘅受害者，咁佢哋咧係有電台主持人啦、插畫家啦同埋文案撰稿員嘅。咁佢哋咧都不約而同咧係因為 AI 軟件嘅應用普及而失業，又或者咧係失去咗大量嘅工作機會。咁啊亦都有人咧因此就被逼轉行嘅，咁啊有人就認為啦 AI 取代唔少人類嘅工種咧係大勢所趨，咁但係咧當中亦都牽涉到咧複雜嘅道德倫理問題嘅。
好啦，咁下一單新聞，俄羅斯媒體就報道啦，外交副部長叫做盧登科咧，表示啦，阿普京咧就計劃喺9月初咧就訪華，俄羅斯同埋中國雙方咧就正在就住普京同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談咧就制定計劃嘅。睇下9月嘅時候，大家係咪真係可以傾埋一齊啊？咁同埋9月嘅時候咧，亦都係代表咗即係嗰個關稅嘅90日已過啦。咁所以咧，到期時可以討論、能夠討論嘅嘢咧，其實係比起現在睇得到嘅咧，係嚟得要多啊！好啦，下一單新聞，美國嘅國防部長咧，喺5月31號咧喺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對話嘅時候咧，就表示啦，來自中國嘅威脅咧係真實存在，而且咧係迫在眉睫啊！喺北京咧，外交部就嚴厲去批評呢一個人嘅言論咧係充滿挑釁，中方咧對此就表示強烈嘅不滿同埋堅決反對，已經咧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噶啦，即係總之就係話啦，去抹黑中國啦，去兜售咧對抗嘅冷戰思維啊，大肆去渲染咧中國威脅論，充滿住挑釁挑撥嘅。好啦，下一單新聞，法國司法部咧就喺5月31號咧就公布數據就顯示啦。截至去到5月1號咧，法國全國咧就關押咗83,681名嘅囚犯，人數咧係歷年來最多。至於咧全國嘅監獄咧，其實本身就淨係可以容納最多62,500人嘅啫。所以咧現時嘅入住率咧係高達咧133.7%。根據法新社嘅報道啦，過去1年法國咧就增加咗6000名嘅囚犯，令到咧監獄嘅入住率咧就不斷飆升啊！依家咧佢哋就話：哎呀，唔掂啦，唔掂啦！諗住咧喺海外嘅屬地咧就去起監獄，去咧困住嗰啲咧佢哋認為最危險嘅罪犯啊！嗱，其實香港都話咩荔枝角嗰個羈留所定唔知叫做懲教所咧，就又話要咩攞好多億擴建噶嘛！其實咧都可以考慮下直接同內地買地啦，即係話買位啊買位啊，你老人院又買得位啊，係咪？你監躉都可以買位俾佢上去，總好過就係話啦，哇！又要攞唔知幾多億咧出嚟去起啲靚環境俾啲犯住啊！好啦，下一單新聞，澳洲嘅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馬爾斯咧，呼籲啦，中國咧喺軍事現代化同埋部署方面咧就提高透明度嘅。佢亦都話啦，澳洲就計劃咧向中國企業咧就收回達爾文港嘅租約，並非咧係受到美方嘅壓力啊，即係講緊咧喺佢哋即係澳洲嗰邊咧又要去收翻一啲港口嘅話事權啊。同埋咧，我都明白就係話啦，點解澳洲嘅防長係希望咧，即係我哋提高軍事嘅透明度嘅，因為咧我哋都唔使出手，講緊咧印度啲飛機咧就已經俾人打咗好多架落嚟啦，所以令到全世界都開始喺度恐懼緊，即係中國嘅究竟軍事實力去到邊呢？因為以往通常啲人都話啦，中國係紙老虎嚟嘅啫，中國啲軍人啊子弟兵識鬼打仗咩佢哋？但係估唔到就係話啦，哇！我哋啲軍備咧就咁犀利，所以咧嚇親大家，所以點解就係話啦，哇！唔出聲，原來你咁勁啊！所以依家咧不斷就呼籲就係話啦，喂，你要提高個透明度喎，我想知道你究竟有幾勁喎。好啦，下一單新聞，喺美國嘅華盛頓州咧，一架載滿蜂箱啊，蜜蜂箱啊，估計咧係載有2.5億隻蜜蜂嘅貨車咧，喺5月30號咧就喺路上咧就翻側，造成咗咧大量嘅蜜蜂咧係遭到放生，當地嘅警方咧就緊急發通知提醒就話啦，2.5億隻蜜蜂咧就已經係逃走咗，警告咧居民就千祈唔好前往有關嘅區域。其後咧，亦都發文就話啦，有超過20多名嘅養蜂人幫助之下咧，展開補救行動。喺次日嘅朝早咧，已經係令到大多數嘅蜜蜂咧就返回蜂巢嘅。即係點解咧？因為嗰啲蜂巢係佢哋屋企嚟噶嘛，咁蜜蜂佢哋出去採完花蜜之後，佢哋要翻去築巢噶嘛，咁但係呢啲咧，你哋唔識，我都唔識，咁所以咧，即係有部分嘅就會話，得啊，放咗出去咯，我採花蜜，咁採完咪翻屋企咯，咁但係當然啦，有啲咧可能就走咗就直接走咗啊啦，咁都會令到咧即係周圍嘅人出現咗麻煩啦，突然之間咁多隻蜜蜂。
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英國咧就將會喺今日起咧就實施一次性嘅電子煙銷售禁令啊，咁啊去終結咧一次性電子煙咧咁喺校園激增嘅數量，咁同埋咧喺街頭咧就造成咗垃圾泛濫嘅現象啊，咁啊估唔到就係話啦，原來電子煙都有一次性嘅喎，咁啊我都唔識呢啲咁嘅嘢啊。咁啊，英國嘅循環經濟部部長就表示咧，長期以來啦，咁啊一次性嘅電子煙咧就同垃圾一樣，咁啊污染住我哋嘅街道，咁啊並且咧令到孩子們咧對於尼古丁上癮，咁啊是時候咧就需要去結束一切噶啦。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特朗普咧就喺5月30號咧就發布社交網站嘅貼文啦，咁啊宣告咧去解僱國家肖像館嘅館長，咁不過咧有美國媒體提出質疑就話啦，其實你特朗普未必有權咁做嘅，咁點解會去炒咧？咁啊話啦，因為呢一個人咧係極度於偏袒咧，即係嗰啲咩多元平等包容嘅倡議，即係好支持嗰啲咩男人女人啊，我係女人嘅男人。嗰啲咁嘅人啦，咁所以咧就話啦，得啦，你支持嗰班人啊，炒鬼咗你，就係咁簡單嘅啫。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加拿大官員就警告啦，咁啊由於咧週末預計將會出現咧炎熱同埋乾燥嘅天氣，咁佢哋咧依家係有2個嘅省份咧係出現咗好嚴重嘅山火，咁再加埋未來天氣對佢哋不利啦，咁所以係講緊呢啲火咧就越嚟越難撲滅，咁啊2個省已經進入緊急狀態，咁啊甚至乎咧山火所產生嘅煙霧咧已經係飄到過去美國嗰度噶啦。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印度同埋巴基斯坦兩國咧就喺5月初爆發軍事衝突啦。咁啊巴基斯坦嗰方面咧就話啦，我用中國機打落咗你6架嘅印度飛機。咁啊喺昨日咧，印度咧就首度係證實咧喺衝突當中係損失咗戰機，咁但係咧否認係6架，咁不過咧就未肯透露究竟具體數字係幾多啊？會唔會其實打嘅飛機數量係多過6架，所以先至變成咁樣嘅咧？即係正常嚟講就係話你話我6架，咁如果我淨係俾你打得1架嘅話，就唔介意出嚟承認啦，係咪？即係表示就係話啦，你好彩啊嘛，你冇你口中所講咁勁嘅，咁但係依家咧佢又拒絕透露啦，但係就強調咧6架印度飛機被擊落咧是完全不正確的。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咧就喺5月28號就表示咧將會撤銷中國留學生簽證之後咧，咁啊特朗普就喺30號嘅夜晚就被問到呢一件事啦，咁估唔到特朗普又話啦喺美國嘅中國留學生咧就不會有事啊，咁啊用英文去講就話啦gonna be OK，咁啊其實唔知佢想點嘅，即係佢一方面咧又喺度話啦係所有留學生要走啊，但係又話中國嘅留學生又唔會有事。咁樣，跟住咧，佢亦都繼續喺度譴責，就係話啦，哈佛大學咧就唔去交，即係佢哋嘅留學生名單去俾特朗普睇啊。咁啊，特朗普就話啦，聽講咧入面有啲好差勁嘅人。咁啊，特朗普就表示咧，我哋美國咧就只係想了解每一個學生嘅情況嘅啫。咁啊，所有大學都是如此啊。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韓聯社喺5月31號嘅報道，咁啊喺韓國首爾地鐵5號線有列車就懷疑被縱火，咁啊大批嘅乘客咧就需要經過隧道疏散嘅。咁啊，警方咧就拘捕咗一名嘅疑犯，咁啊目前咧就未知道佢嘅犯案原因。咁啊喺昨日嘅朝早8:47咧，咁啊一架首爾地鐵5號線嘅列車咧，咁啊喺前往一個叫做麻浦站嘅時候咧，有人喺車入面咧就潑灑易燃液體，咁啊引起火警嘅。咁啊事件當中咧有21個人咧就需要送院，咁有啲人咧係吸入濃煙啦，有啲人係逃跑嘅時候咧腳部扭傷，咁佢哋咧全部人咧都係傷勢輕微嘅。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國家氣候中心咧就喺30號指出啦，咁啊2025年嘅南海夏季風咧就已經係爆發噶啦，咁啊同往年嗰啲咧就有所不同啊，咁總之咧今年個風咧就好似會勁啲咁樣，咁所以咧已經講咗啦，由今日起中國咧就全面進入汛期啊，咁啊講緊咧即係狂風暴雨，跟住又會有嗰啲河水泛濫啊、倒灌啊、洪水啊呢啲咁嘅嘢咧，咁啊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啦。好啦，咁啊下一單新聞，咁啊中國駐尼泊爾使館咧就喺5月30號發文啊，咁啊提醒咧喺尼泊爾嘅中國公民咧，
咁啊唔好去前往咧尼泊爾同埋印度邊境嘅地方，因為咧呢兩個地方咧全面加強咗兩國邊境地區嘅巡邏同埋檢查。咁但係咧有個別嘅中國公民咧就未聽勸告，咁啊執意前往，咁啊造成咗咧多宗喺邊境咁啊被印度嘅邊防部隊咧以非法入境為由去拘捕嘅事件。即係總之咧佢哋兩國關係唔好啦，咁所以咧派晒士兵喺度嘅。咁如果你仲要皮癢，咁啊特登喺附近兜兜轉轉嘅話咧，咁啊唔好怪人哋去捉咗你啦。好啦，咁啊睇埋最後一單新聞啦。咁啊，中國 AI 創新企業 DeepSeek 咧，咁啊喺5月29號咧就發布升級公告，咁啊宣布咧佢哋旗下嘅旗艦模型 DeepSeek R1 咧，咁啊已經係完成咗一個小版本嘅更新。咁啊官方就表示啦，呢一個版本咧，咁啊喺數學啦、編程啦同埋通用邏輯等等多項嘅基準當中咧係表現優秀，咁啊已經達到咧中國本土模型領先水準嘅，咁啊甚至似乎就係話啦，整體能力咧就更加接近 OpenAI 嘅 O3 同埋咧 Gemini 2.5 Pro 嘅等等國際頂尖模型嘅。咁啊，其實咧原本仲喺度諗緊咧，哎呀，究竟你幾時升級 R2 啊？咁但係咧 R2 咧就其實由今年2月講到依家都未等到，咁啊。分別咧就係經歷咗咧，即係佢哋嘅 V3 upgrade 啦，跟住再嚟到依家咧 R1 啊再 upgrade 啊，咁啊令到我越嚟越期待啦，即係究竟佢哋嗰個 R2 究竟係有幾咁勁啊？因為我自己咧，即係日常生活當中咧，都間唔中用 DeepSeek 嘅。不過咧，我工作嗰一方面，即係例如話我拍片打稿嗰啲咧，完全唔用 DeepSeek 嘅。即係講緊咧，日常生活可能有啲小問題啊，問下佢啊，又或者可能要打文作文嘅時候咧，即係會揾佢去做一個協助咯。嗱，好啦，咁啊，今集節目咧就嚟到呢度啦。咁我哋就一會兒之後再見。好，係咁先，拜拜。